呢個就係我點樣同網球人工智能機器人成為好朋友嘅過程。等我解釋下。打咗20年呢種世界上最孤獨嘅運動之一呢，我覺得網球仲未夠寂寞，所以我哋 10X 買咗個人工智能網球機器人。你可能會喺點解唔同真人打呢？好乜問題，你揾個會親手餵波俾我哋人哋睇下，仲可以用聲控臂環咁訓練我，等我可以控制速度、旋轉同間隔，用自定義嘅訓練等我左右奔跑，直到我嗌停或者攞到咁低。聽我指令提供超過1000種自定義練習，仲可以打比賽。係啊，計分嗰隻比賽模式啟動，有唔同嘅節奏、旋轉、高度同角度，呢個就係真實對打。你會以為我同真人打緊，你估下呢一分邊個贏？我俾個 tips 你，唔係我，因為你係贏唔到呢個網球人工智能機器人嘅。我試過啦，咁想象下一個球員有 Alex Zverev 嘅球穩定性、Bernard Town 嘅決策能力、Carlos Alcaraz 嘅多樣性，同埋 Jannik Sinner 嗰種冷酷嘅態度，呢種人根本唔存在，佢哋唔係真嘅。但係 10X 已經好接近，你個網球波有可能會放飛機嘅，但係 10X 永遠唔會。